早上起床，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？刚把眼镜放在茶几上，转身去倒一杯水，回来却怎么也找不到，或是走到市场，突然忘记今天本来要买什么。许多长辈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老了嘛，就是会忘东忘西。”但事实上，记忆力退化并不是命中注定，只要方法正确，大脑还是能慢慢养回来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，记忆力下降是台湾高龄族群最常见的困扰之一，但透过规律的生活方式和简单的练习是可以改善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，临床经验超过35年。这些年，我陪伴过无数长辈，看见有人因为忽略保养而脑袋越来越迟钝，也看见有人靠着一个小习惯，让自己重新找回专注与清晰。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若您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就输入0。请您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将会分享一个每天只要10分钟的小方法，能让脑袋清醒又敏捷，就像年轻10岁一样。那么，为什么记忆力会一点一滴变差呢？我们先从这里开始。刚刚提到的健忘，往往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大脑就像一个档案柜，需要不断整理与运作，否则就会卡住。常见原因有几个：第一，大脑不常动。若每天只是滑手机、看电视，缺乏新的挑战，神经连结就会慢慢松散，资讯记不牢。第二，睡眠不足。很多长辈习惯晚睡或浅眠，大脑在夜里整理档案的过程被打断，隔天自然恍恍惚惚。第三，身体缺乏活动，当血流不足，氧气和养分送不到脑袋，效率就下降。最后，长期压力或忧虑也会分散注意力，让短期记忆像没写进小本子，一转眼就消失。举例来说，有位阿姨跟我分享，她常常看完新闻就忘了标题，或者走到厨房却不记得自己要拿什么。她以为这是老化不可逆，但其实只是大脑缺少刺激，加上睡眠品质差，才让她觉得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弱。这些状况听起来可怕，但好消息是，大部分都能透过简单的日常习惯来改善。那么，既然原因找到了，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帮助脑袋恢复敏捷呢？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切入点，每天动脑，让脑子重新活跃起来。既然知道脑袋需要刺激，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每天动脑。方式其实很多，也不用特别困难。您可以选择大声朗读5分钟，把声音、眼睛、专注力同时用上，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数独或拼字游戏，让脑袋像机器一样慢慢转动。也有人用3件事记忆法，早上出门前先写下3件事，晚上回来对照看看自己是否都记得。如果您喜欢唱歌，不妨挑战一段新歌词，把旋律、节拍和文字连在一起，效果特别好。关键不在于做得多，而在于规律与专注，10分钟就好。但那10分钟，请不要被打断。刚开始觉得吃力是正常的，连续7天之后，您会惊喜地发现脑袋好像被上了油，找字快了，想人名也快了。很多长辈告诉我，他们只是每天花几分钟动脑，结果看报纸时更专心，甚至聊天时也比较能跟上话题。我很想知道，您平常最喜欢用哪种方式动脑？是看书、做数、读，还是跟孙子一起玩游戏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您的方法，让更多人参考，也许能帮助其他长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这个10分钟计划拆成一半给脑袋，一半给身体，效果会更好。刚刚我们谈到动脑的重要性，但如果只有脑袋在动，血流跟不上，也很难维持长久的清晰。因此，接下来要做的
就是让身体也动起来。最安全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每天走路10分钟，不必快跑，也不需要大汗淋漓，只要步伐稳、呼吸慢长，就能让血液把氧气与养分带到脑袋。对于不方便出门的长辈，也可以在家里练坐姿抬脚或扩胸伸展，动作不大，但能有效活络筋骨与血流。如果喜欢传统运动，可以在7楼练一套缓慢的太极拳，这种结合呼吸与动作的方式，更能让脑袋安定。我常建议病人开始前先动动手腕、脚踝，当作暖身。走路时可以边竖拍子，让步伐更稳。很多人只做了1周，就发现白天精神更好，晚上也比较好睡。当然，如果膝盖有不舒服，可以缩小步幅或改走平路。关键不是速度，而是每天都动一点。等身体暖起来后，脑袋更容易专注。这时候，如果能再加上一些饮食上的小调整，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，我要跟您聊聊餐桌上的小秘诀。要让脑袋年轻，不只靠动脑和动身体，餐桌上更是关键。第一个小秘诀就是多一点颜色，绿色的菠菜、红色的番茄、橙色的南瓜、蓝莓的蓝、紫色，颜色越多，抗氧化能力就越强，能帮助脑细胞抵抗老化。第二，每周至少2次吃含有 Omega-3 的鱼类，例如鲑鱼、秋刀鱼，或者改成1小把核桃、亚麻仁籽，也能提供脑袋需要的好油脂。第三，把主食换成糙米或全麦面包，相比精致白饭，这些食物让血糖上升比较慢，脑袋能稳定或得能量。除了选食材，调味也要注意。很多长辈习惯口味重，但盐和糖越多，对脑血管的负担就越大。我的建议是先尝原味，再决定要不要加盐或糖。至于喝水，也不要等口渴才补，而是分段慢慢喝，这样脑袋才不会因为缺水而疲倦。根据国健署的提醒，真正能养脑的不是昂贵的补品，而是简单够用、少加工的日常饮食。餐桌调整好之后，脑袋的基础能量就更稳定。不过，光有吃和动还不够，情绪也会影响记忆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如何安定心情，让脑子更专注。很多人忽略了，情绪其实是大脑的地基，地基稳了，房子才能站得住。同样，地基心情安定，记忆才容易固定下来。每天可以找一个安静角落，练习468呼吸法，吸气4拍，屏息6拍，吐气8拍，重复3轮，能让心跳慢下来，脑袋也跟着放松。有人喜欢放一首老歌，边听边哼唱，熟悉的旋律会让心情安稳。还有长辈会在散步时默默数步子，走到10再重来，这也是很好的专注练习。在门诊里，我常看到因为担心孩子、担心身体而整天紧绷的长辈，记忆力下降特别快。当我请他们每天花10分钟练习放松，结果1个月后，不只睡得比较沉，脑袋也清楚许多，情绪像是看不见的钥匙打开了，大脑才能真正休息。我很好奇，您平常最常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放松？是在院子浇花，还是跟朋友聊聊天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您的方法，让更多人参考。接下来，我想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看看一位长辈是如何靠着10分钟计划慢慢找回自信的。在这里，我想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。刘伯伯今年70岁，退休后每天最大的习惯就是看报纸。可是这几年，他发现字体看不久就糊掉，新闻标题才看过，一转眼就忘了内容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在市场里突然忘记回家的路名，吓得满身大汗。检查结果显示，他只是早期的认知下降，还没到失智的程度。我鼓励他尝试10分钟计划，先走到巷口5分钟，回家途中再默念沿路3样东西，
回到家后写下来，这样每天加总就是10分钟。刚开始他觉得有点勉强，常常想不起来，但2个月后他回诊时跟我分享，不但能清楚背出报纸的标题，记人名也快多了，甚至聊天时思路更清晰。他的太太也说，先生的精神变得比以前爽朗，家里气氛都跟着改变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大脑虽然会退化，但只要愿意每天花10分钟，就能慢慢守住清晰与自信。那么，除了动脑、动身体，还有什么习惯能帮助脑袋维持年轻呢？其中，睡眠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。如果晚上总是睡不好，白天在努力动脑或运动，也会事倍功半。因为大脑在深睡眠的时候，会进行整理档案的工作，把白天接收到的讯息分类、存档，顺便清除代谢废物。若经常熬夜追剧或睡眠浅而不稳，第二天脑子自然雾茫茫。最简单的调整方法就是11点前上床，关灯，把手机放在客厅，睡前避免喝茶或咖啡，改成一杯温牛奶或淡淡的花草茶。如果半夜容易醒来，可以在白天安排20分钟小午休，但不要超过30分钟，以免晚上更难入睡。很多长辈一旦睡眠改善，隔天的记忆力和专注度明显提升，走路也更稳。在台湾有句老话说，睡得着，什么病都好一半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因为只有当脑袋休息够了，白天才有力气帮我们把事情记牢。除了睡眠，其实东方传统也留下了许多帮助放松、养脑的方法。接下来我会跟您分享其中4几个大家熟悉的做法，并用科学来解释为什么有效。很多长辈熟悉的习惯是睡前泡脚或喝姜茶，泡脚10分钟，水位到小腿肚，身体会慢慢变暖，心情也随之放松。科学研究显示，温热能让血管舒张，增加血流量，脑袋因此获得更稳定的氧气。至于姜茶里头的姜辣素 gingerol 能促进循环，改善手脚冰冷，也帮助入睡。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，却有相当的效果。但我要提醒，糖尿病患如果脚部有伤口，就不适合泡脚。心脏病患者在使用姜茶前，也最好先询问医师或药师，因为这些做法只能算是辅助，并不是万灵丹。它们的价值在于帮助身体回到自然的节奏，让心情和睡眠更安稳。当我们把现代科学和传统智慧结合，就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黄金10分钟到底是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会帮您揭晓。前面我们谈到动脑、动身体、饮食、情绪、睡眠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真正能把它们串起来，每天都能做到的，就是这个黄金10分钟。方法很简单，先花5分钟动脑，例如朗读一段报纸、背一首短诗，或是回想今天遇到的3件小事。接着马上再花5分钟动身体，无论是在客厅绕圈、在阳台踏步，或是简单伸展，让血液把刚刚动脑留下的讯号更牢固地送进记忆。这个组合看似平凡，却像同时给大脑软体更新和硬体供电。不少长辈亲身尝试后发现，几周下来，不仅说话更流畅，记名字快了，走路也更稳。更棒的是，它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花钱，随时随地都能开始。建议最好固定在同一个时段，例如早餐后或傍晚，这样更容易养成习惯。就像每天刷牙一样，久而久之，大脑会期待这一段时间，状态自然就会变好。那么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今天谈到的重点，并把这个习惯牢牢记住。今天走到这里，我想再次提醒您，大脑的老化并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与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只要愿意调整，就能让脑子慢慢回春。
我们一起谈过几个关键，每天动脑，哪怕只是读一段文字或记3件小事，每天动身体，像散步、伸展这些小动作，却能让血液源源不断，把养分送到脑袋。餐桌上多一些颜色和 Omega-3，少一点盐和糖，睡眠安稳，让脑在夜里好好整理记忆。还有别忘了保持心情平稳，因为情绪安稳，大脑才肯帮忙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从一开始就答应要告诉您的黄金10分钟，它既简单又实用，5分钟动脑，5分钟动身体。每天花这么一点时间，不需要药物，也不用补品，却能让脑袋清晰起来，反应更快，甚至走路都更稳。这不是理论，而是许多长辈亲身的经验与见证。只要坚持，您也会感受到那种自己又年轻了一些的自在。能够一起守护健康，比什么都珍贵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邀请您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更希望您能把这支影片转给一位朋友或长辈，因为一句提醒，一份分享，常常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。当然，本影片仅供参考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若您有特殊病况或疑问，务必在尝试前先询问医师或药师。衷心祝福您，每一天都能头脑清楚，笑容安稳，和家人一起安心迎接早晨，自在过好每一天。